有帅哥，看他玉树临风结实的样子，狂野派。哎，他怎么穿那么厚的热鞋啊？看来个子不高，个子不高怎么玉树临风啊？不行，下一个。哇，这个也不错，唇红齿白。啊，怎么眼睛好像有点问题啊？那怎么行？眼睛不好怎么互相迂回的抛媚眼啊？明明是在下先来的，阁下为何如此无礼？少给老子拽文！今天这个位子，老子坐定了。如果你不想你的小脑袋变成老子的夜壶，就马上给我滚！你无赖！哎呦喂，这谁呀？胆儿这么肥，竟敢在本姑娘的地盘大放厥词？怎么，觉得本姑娘菜色不太丰富，想让自己也加入豪华套餐的菜谱吗？你，对，就是你。听说你要把我客人的脑袋弄下来当夜壶？小姐，误会，误会。来，咱俩好好聊聊。来，你说说，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？你这是不道德、损人利己的自私行为，你这是恶心别人、成全自己的变态行为，你这是违背大王有礼有节号召的叛逆行为，你这是既不道德又恶心又霸道又变态。如何？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吗？小姐，我错了，实在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排好了，菜马上就来。我叫妲己，妲己的妲，默喜的喜。我是大周朝镐京城最有名的女大厨。你问我年过19，为什么至今未嫁？不瞒你说，我是个视觉动物。男人在我眼里，别的不重要，外貌是第一的。而我平生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嫁给一个绝色美男。这位客官，你想点点什么？本店应有尽有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你点不到。或者想吃点荤？这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因为你这里太油腻了，啊，实在下不了口。那二位随便点吧，我想这位姑娘心中必定有数，我就不奉陪了，请。妲己啊，这年头好看的男人不是有老婆，就是长得丑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遇见那个他，但是我会等，宁可错过，绝不将就。姑娘，来看看，这怎么办啊5棚。这么贵？3棚吧。哎，3棚真不行。您看这菜色啊，多新鲜啊，都是园里刚摘的。怎么会有这么绝色的男子？看他胳膊，看他脸，看他嘴，好想摸一把。那统统都是本姑娘理想中的样子。就来这个吧，谢谢啊。哎，姑娘，菜，您不要了。请。姑娘留步，宫门重地，不得乱入。可是他刚刚……哦，邵雍大人是宫廷一品侍卫，出去体察民情，所以出入当然自由。那他什么时候才会再出宫体察民情啊？哦，那要1个月以后了。1个月啊？拜托，告诉我怎么才能正大光明的进宫。告诉我吗？那除非你进宫当选宫女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出入宫禁自由了。我才不要来去自如，我只要来，不要去。邵雍大人，大人，我们愿意入宫。你们愿意，大王爷不愿意啊！走。哼，就这样的人，那也想入宫？大人，别急，后面还有。过来，都过来！还有你们过来！呀，都哭什么呀？
能进宫服侍大王，那是你们多年修来的福分啊！哎呀，这个小妮子长得不错，来，把头抬起来，好，把手放下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龅牙快能离地去了！这要是选进宫去，估计大王的眼睛会瞎掉。这什么味儿啊？像刚从猪圈里拉出来的，怎么这么臭啊？这要是进了宫，整个王宫都会变成苍蝇窝的。你大胆，为什么不指使我？回大人，民女正在指使大人呢，为何大人会这样说？哦，原来是眼睛有问题。他要是进了宫，估计会把大王给带歪的。不合格，不合格。侍卫长，我在这儿，大人。我说你找的这都是些个什么人呢？你是不是不想要你的脑袋了？大人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那行吧，啊，随便抓几个回去，啊，做狐狸吧。诺。把他们都带进宫。诺。走，跟上，快走。是大哥。好吧，你回去吧。怎么了？你给我这东西，不是想要我放过你，不选你吗？怎么的？难道你还想进宫啊？对啊，我想进宫。啊？你眼睛不是斜的吗？我扮丑是为了让自己落选，既然愿望落了空，我也就不必装了。相反啊，我们还得多多打扮才是。若是得了大王垂青，不仅可以不用干粗活了，更是光宗耀祖、趾高气扬的事呢。都起来吧。哇，是他，好帅啊！他好帅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啊，是又怎么样？不就一个侍卫头子吗？瞧你那目光短浅的样子，走了。哼，你才目光短浅呢，你全家都目光短浅。一群笨蛋，有眼无珠，正好，你们去抢大王，我就守着我的侍卫哥哥。小喜喜，给我，我来帮你扫。少庸哥哥，你是来看我的吗？好，给你。小喜喜，你没事吧？少庸哥哥，你快放开人家了，被别人看到多难为情啊！放心吧，小喜喜，这附近除了风，什么也没有。你感受到了吗？我感受到了，我还感受到你的气息了，少庸哥哥。小喜喜，少庸哥哥。小喜喜。喂，光天化日之下做什么白日梦呢？还不快走！差一点点就亲到。磨磨蹭蹭干什么？快走！我不管你们以前在家什么样，但是现在进了宫，就要守宫里的规矩。若是坏了规矩，冲撞了贵人，那你们就洗干净脖子，等着向阎王爷报道吧。听起来好可怕。你们现在是在内宫，既是内宫的人，妃诏不得随意走动，尤其是不得跟外宫的人牵扯不清。一旦被我发现，将严惩不贷。啊，嬷嬷，您的意思是，我们不能去外宫溜达？溜达？你倒是赶集，还是串门子走亲戚啊？那我要是不小心越界到了外宫呢？那你就做好
用手当脚的准备吧。哟，这么可怕，那外宫的人能来找我们玩吗？你说呢？在这宫中，除了大王，可连只公苍蝇都没有。少庸哥哥。难道我最近吃太多了？怎么可能？嬷嬷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我在帮你找耳环。有只狗把你耳环带走了。对，我是在帮你找耳环的。啊，不是这副，还有一副。你要是不信，你可以看看。但这狗很凶的，它会咬人。是吗？是啊。啊，我这里有一副耳环，多好看，送你。达喜在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太后娘娘下了懿旨，要给侍卫们选夫人了。真的吗？要是能选中我就好了。是啊，是啊，这样我就能离开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了。对呀，你看。嬷嬷，不是罚你跪在那儿的吗？你怎么起来了？哎，我说完再跪嘛。我知道您不喜欢我，正好我也不喜欢您。我听说太后娘娘正在给各位侍卫选媳妇，我想知道里面有没有邵大人。我想嫁给邵大人，这样咱俩都解脱了。那倒是个好事啊。达喜，太后感谢你对邵大人的情谊，特赐锦缎5匹、青铜器3件作为嫁妆，还不谢恩。什么？这怎么会是我的邵大人？啊！爹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原来你进宫当太监了呀！可是你当太监怎么生的我呢？原来我是捡来的啊！我的命太苦了！哎呀，大兄弟，你也是来当太监的吗？你跟我说说，当太监是什么滋味啊？啊！请大人转告太后，臣福薄，不敢让太后操劳臣的终身大事。告辞。除了邵雍大人，我不会喜欢其他任何人，更不会嫁给任何人。这不是你的邵大人吗？啊，我已经好多天都没有见到邵雍大人了，好想见他啊！想得我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致了。达喜，
怎么又是你？你又偷懒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嬷嬷，我知道我给您添了很多麻烦，那是因为您太像我娘亲了。我小的时候娘亲就去世了，因为我儿时调皮，娘亲总训我，我总惹您生气。是想您骂我的时候，我能感受到娘亲的温暖。嬷嬷，我想回家。好了，你也不容易。不过这想家归想家，可别再想着溜出去。这样吧，你心情不好，活儿肯定也干不利落，这几天呀，你就先歇着。等你心情好了再说。安安，达喜这几天的活儿，你帮忙干一下吧。哦，多谢嬷嬷。达喜也真是的，自己想偷懒，还要连累我受累。就是啊，你为什么要答应他？嬷嬷都指名道姓了，我敢拒绝吗？咱们得想个办法收拾他一顿，不然他太嚣张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。饿死了。啊，都没了，那我吃什么？哎，这是你特意为我留的吗？你真好，谢谢你啊！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啊，是给他吃的。来，真乖，乖。这样啊，那好吧。那我看狗狗也吃不了多少嘛，挺浪费的。嫌我们浪费啊？那你把狗狗不吃的东西吃掉呗，反正也是范进其责了。没关系，我不饿。起来，起来呀！干嘛？喂，你今天晚上干什么去了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好啊，你现在嘴硬不说，等会儿嬷嬷来了，看你怎么狡辩。大半夜的不睡觉，你们在闹什么呢？嬷嬷，达喜他去小厨偷东西，我就问了他几句，他就跟我生气瞪眼。我没有，你还说没有？那你为什么不说你去哪儿了？那你怎么打着饱嗝回来？傍晚的时候你明明没有吃东西。达喜，嬷嬷，我真的没有偷东西吃。哎呀，我是没有在食堂吃饭，可是并不是只有食堂小厨房才有吃的呀。你带我们来这里干什么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我为了向你们证明，不在食堂、小厨房吃东西，照样可以填饱肚子。再等一会儿，马上就可以吃到好吃的。手艺还不错呀，是吧？哇，达喜，你做的东西太好吃了，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。有那么好吃吗？你不吃啊？你不吃，我们吃了。
哎，没关系，多吃点。只要你们不嫌弃，以后我每天都给你们做好吃的。好啊。大王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妾等得好着急呀。大王，大王！大王，怎么了？反贼打进来了，你快逃！大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反贼打进宫里来了，寡人一定会保护你的。反贼在哪儿？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大王，你别急，妾给您搬救兵，给您搬救兵啊！不要着急啊！不要走！申甲，大王，寡人说什么来着？那些口口声声说要和寡人生死与共的女人，到了危急时刻，根本就不会管寡人的生死。他们的眼里不过就是寡人的权力和地位罢了。骗子，都是帮骗子！大王，这娘娘不是已经去搬救兵了吗？等她的救兵到了，寡人的头估计早就已经被割下来，挂在墙头上，枭首示众了。大王，奴才斗胆有句话得冒犯大王，大王您的地位和势力原本就是您的一部分，这他们喜欢，也说明他们喜欢的就是您呐。所以我觉得大王您没必要去怀疑他们的真心。住口！你是在指责寡人吗？你有什么资格和立场替他们说话？你懂什么？大王恕罪，奴才知错，奴才知错。罢了，你不会懂寡人的。这里没有人可以懂寡人。你下去吧，吩咐人把霓裳也送过去。寡人今天谁都不想见。诺。真是过分！才给他们做了好吃的就翻脸不认人。这么大热天的，你们不想出来挨晒，我也不想啊。太后娘娘也是，那么多衣服还不够穿吗？干嘛非要急吼吼的要这套？啊，真是不善良啊！不善良，不善良啊！不善良，不善良啊！不。不过当口烈不是没有好处的。这次我一定要凭我的聪明才智，实现去见少云大人的愿望。大胆！你是哪个宫里的？竟敢擅闯内宫禁地！大人饶命，奴婢是新入宫的宫女，奉嬷嬷命去给太后送衣服。由于对王宫不太熟悉，竟误闯禁地，请大人高抬贵手，放过奴婢吧。我说过，这宫里不比家里，什么事情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来。若是冲撞了贵人，害我受到牵连，我绝不饶了他。达喜，今日之事，你有什么好说的？嬷嬷，我是真的迷路了。这宫里的房子长得都差不多，我又没有给太后送过衣服，那岔路口两边也没有指示牌。够了，做错事还要狡辩。来人，达喜顽劣，屡犯宫规，吃30，以儆效尤。嬷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错了。还不快动手！诺，
今天吓到你了吧？你莫要怪我，在这王宫当中，太多的人碾死我们，比碾死一只蚂蚁都容易。今天罚你，也是为了救你。嬷嬷，我好了，你的这点小心思啊，是瞒不过我的。给地图，你呢仔细的看，可别再走错路了。多谢嬷嬷成全。用这一顿板子换了个铁枣，看来挺不错的。早知道我就不演那么多了，直接挨揍就好了，省时省力，效果好。不会吧？真的有反贼进来了？大胆贼人！大内禁地你也敢撒野？谁派你来了？完蛋，这下可真是要把自己作死了。那么拼命的翻墙想去见少雍，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居然敢冒充寡人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不是大王吗？你干嘛穿成小宫女的样子啊？什么情况？我怎么会变成女人？不会成男人了吧？原来你们女生都喜欢这个啊？宝贝儿，你今天格外的动人，就像天边的太阳一般温暖，照进我的心怀。我知道。宝贝儿，我最喜欢的事情呢，就是睡觉，和你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喜欢睡你。哎呀，宝贝儿，你是不是胖了？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这样的话，我喜欢你的地方就多了一点。我胖了。我胖了。喂，这不是重点，这不是重点。我怎么就撩不动你呢？我可以亲你吗？不可以。我刚说什么？我可以亲你吗？可以啊。成功。
大胆贼人！大内禁地你也敢撒野？谁派你来的？完蛋，这下可真是要把自己作死了。那么拼命的翻墙想去见少雍，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。 我不是死了吧？你是谁？为什么穿着寡人的衣服？不对，你居然敢冒充寡人！不是，快说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来人啊！哎，不是你喊什么喊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不是大王吗？你干嘛穿成小宫女的样子啊？ 什么情况？我怎么会变成女人？我不会成男人了吧？怎么会成这样啊？如果寡人猜的没错的话，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。 你成了寡人，而寡人成了你。干什么？你不要乱摸！可我不想当男人，我不想当男人。哭什么？不想做男人。别在寡人面前喧哗呀！快站好，站好！哎呀，大王。 您让奴才好找啊！真假？你不认识寡人了吗？寡人，大胆贱婢，竟敢自称寡人！你这是以下犯上！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！大王，寡人在此。这个人，以下犯上。 拖下去，杖子20，诺，30，寡人在此，你敢？来人呐，把这个疯婆子拉下去！放手！放！你要打我？好啊，那可是会很疼的。 算了，寡人觉得自己也有错，自罚20，自罚20。大王万万不可呀！来人，把这个贱婢带下去。我自己会走，放手。为什么？哎，明天一早你帮我去整理一下库房呗。好啊。
达喜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怎么这么脏啊？那个，天黑，出去转转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摔了一跤，疼不疼啊？哎，现在还有热水，咱们去洗澡吧。不，啊，我洗过了，你们去吧。洗过了，那脸上怎么还这么脏啊？那个，对呀，没事，我们是姐妹，一起洗洗。不用了。小哑巴干得好，达喜，这下你是不去洗也不能了。走。你们干嘛？你叫那么大声干嘛？平时我们都是一起洗澡的。达喜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有啊，有。走，换衣服去。我们去换衣服，洗澡去。我听说啊，大王新封的妃子从龙德殿跑出来了，你猜这是为什么？说不定啊，是咱们大王太生猛了呗，把娘娘给吓着了。我看不是吧，是大王身体太差了。你看他新封的妃子这么多，可是子嗣却很单薄。我觉得呀，大王是太好色，还是有心无力。你这么说也挺有道理的。就是。够了，你们别再说了。达喜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今天这么奇怪啊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这样在背后说大王坏话，被人听到不太好。不会吧？这些话都是以前你跟我们说的呀，还有更过分的呢。你不会忘了吧？好像是。达喜。老天爷啊，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在哪儿呢？哎呦，原来是娘娘啊！是我。您没事吧？有事儿。您有什么事儿啊？申大人，我已经去求见大王好几次了，可是大王就是不肯见我。我知道您是大王身边的大红人，所以想请您跟大王美言我几句。我是真的很仰慕大王，真的很想陪伴大王左右的。申大人，我求求你。哎呦，娘娘，万万使不得，老奴受不起呀！申大人，您要是不肯帮我的话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，一了百了。好了，娘娘，我帮您就是了。真的啊？这个您拿着啊。大王呢，现在就应该在隆德殿，希望这回娘娘能够顺利地回到大王的身边。有朝一日您完成夙愿，请记得老奴曾经帮过您。会的。不过申大人，您没事拿它干什么？这……算了，我不问，谢谢申大人，谢谢。对，我拿这个干什么？我拿这个干什么呢？
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哇，这么大的床，这晚上睡觉不害怕吗？ 大王夜深了，妾服侍您就寝吧。你谁啊？大王，您怎么了？是妾啊。啊，是你啊？有什么事吗？妾自知辜负了您的恩情，特来向您赔罪，希望大王您能原谅妾。不是那个，现在那个寡人不太困呀。你要不要聊天？寡人可以陪你聊天。妾遵命。你先把你的衣服披上。那个，这样啊，女人呢，不是只有脱衣色诱这一条路的。作为一个女人，要懂得男人的心思，要聪明。该进则进，该退则退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即使你没有一个出众的样貌，也可以在女人里面出类拔萃的。那个，不要色诱，要聪明，懂了吗？大王，您是仙霓裳太笨了吗？对呀，能问出这种问题，你说你不笨，谁信呢？妾就知道，大王，你站这挺好，就这样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大王，洗澡水已经准备好了，请您沐浴更衣。洗澡水？是。还帮我脱衣服。这当大王就是爽啊，连洗澡都不用亲自动手，太棒了。大王，请用膳。奢侈，真是太奢侈了！今天我要敞开肚子使劲吃，难得有机会吃到宫中的御膳呢。哎，大王，大王，怎么那么难吃啊？谁做的？大王息怒，大王息怒啊！这就是御膳房的御厨按照您的口味做的呀。这个大王还真是重口味啊！这么难吃的东西也吃得下去？如果我不露一手，顿顿都是这样，我可吃不下去啊！御膳房是吧？走，去御膳房。摆驾御膳房。大王把今天晚上宵夜全吐出来了，完蛋了，这次脑袋一定搬家了。大王驾到！大王，这儿就是御膳房。哦，我知道，来过，来过。走。啊？什么时候来过？
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美食。看见了吧，这才叫食物。是，尝一口。啊，吃，吃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吃啊！好吃吗？大王，这实在太好吃了，是吧？你们也吃，你们也吃。你们吃啊！快点，快！给我留点。太好吃了。这个鸡肉入口即化，简直是人间美味啊！这汤也好鲜美啊，似乎能感觉到鸡在嘴里跳动的力道。肉越是酥酥软软的，还不噎人，太好吃了！多吃，多吃啊！来，多吃点。哎呀，我吃的好饱啊，怎么办？都感觉动不了了呢。真假？你干什么？你哭什么呀？大王，你做的实在太好吃了。那你为什么哭呢？可能这就叫做喜极而泣吧。哎呀，你不要哭啊！不要哭，你哭我也想哭了。那你怎么吃这么胖的呀？你干什么？大王恕罪，奴才只是吃的太撑了罢了。几道菜而已，你至于吗？都怪我，做的太好吃了。不，是奴才的肚子不够大。你的肚子已经很大了。是很大，是很大。谁让您是大王啊？对呀，我现在是大王。万一把菜剩下了，惹恼了您，我说的话就是王命。您开始砍脑袋玩怎么办？谁敢不从？走，陪我夜巡。你过来。大人，刚才你去库房那边安排的怎么样？您慢点。回大人的话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真是，邵雍，参见大王。不知大王深夜前来有何吩咐？没什么吩咐。就是寡人半夜睡不着觉，过来看看你们。啊，各位将领驻守王宫，煞是辛苦啊！你们辛苦了啊！这是臣的分内之事。大王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您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好，回宫休息。邵雍大人说什么都对。对了，邵雍大人，你陪寡人一块回去吧。啊？臣领命。走吧。大王。走吧。快呀！哦，好。邵雍大人，快！大王，臣先告退。邵雍大人！哎呀，溜那么快干什么？我又不是老虎。真假？看什么呢你？大王看什么，真假就看什么。你听见我刚刚说什么了吗？大王刚才说什么了吗？什么都没有啊。早点睡吧。大王刚才说什么？
参见大王。免礼。启奏大王，去岁南方水患，虽朝廷已进行过赈灾，但因水患不断，导致江南各地今年收成不佳，流民增多，形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。臣以为，应对上述地区进行新一轮赈灾，为避免居心叵测之人不劳而获，臣以为应由朝中派专人到上述地区进行监管，与当地相关人员一起，将赈灾一事圆满完成。以上是臣的提议，请大王裁决。啊，看来这大王也不是那么好当的。一大早的，一群人跟麻雀似的叽叽喳喳个没完没了的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各归各位。哎，不行啊！如果我又变回了宫女，那我还怎么自由的、光明正大的跟商阳大人有亲密接触呢？哎呀，真的好烦啊！大王，大王，说完了？还没有，这王大人都禀奏完了，就等大王您示下了。哎呦喂，你讲的也不怎么样嘛！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臣斗胆，敢问大王哪里不妥？有什么不妥啊？你瞅你闭嘴，没听过吗？臣遵旨。启奏大王，臣听闻北地边境有外敌入侵，把大王关进先祖殿，没有哀家的命令，谁都不可探视。大胆奴才，竟敢顶撞本宫，给我拖出去斩了！什么？满满，我最近好想吃日料，我们去吃吧。啊？没什么。哇，哎，最近那个谁演的电影票房都30亿了，我们去看吧。等一下，不要再玩，都玩了多久了？中路呢？为什么没有人？攻上去啊！是不是傻呀？啊！大王，该就寝了。没问题，我去洗个澡，很快就回来。等我。上，打团！哎呀，你 ADC 怂什么呀？哎，推塔！哎，中路为什